多謝教會邀請啊！咁小僕可以喺呢度分享神嘅話語。今日嘅信息經文呢係馬太福音24章1到15節，主題係末世徵兆。咁點解會講呢個主題呢？因為其實喺今年嘅2月28，美國同以色列聯手打伊朗。呢個戰爭開始咗，以色列同美國友好同埋中東嘅國家呢，都俾伊朗同埋黎巴嫩真主黨嘅攻擊，用啲飛彈啊、無人機咁樣。而霍爾木茲海峽都俾伊朗同美國雙重封鎖，大家睇新聞知道晒。各方面都好強硬，似乎冇乜跡象會打完呢場仗會有完結。但係呢場仗對世界嘅金融、貿易、經濟、能源產生咗好大嘅影響。但係亦都有好多傳媒就報導話呢個戰爭似乎同聖經預表嘅末日到臨係吻合嘅喎，因為係伊朗、波斯。因為聖經話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啊嘛，咁已經睇見咯，係咪啊？所以啲傳媒就話呢個可能已經係一個先兆嚟㗎。同時猶太人又準備咗呢幾年已經準備緊紅母牛獻祭，大家有冇聽過紅母牛獻祭？獻祭咗之後，佢哋認為就會重建第三聖殿，而且會呼求彌賽亞降臨。究竟呢啲徵兆係咪預告緊末世降臨呢？因為而家好多人都講緊末世啊，哇！天國降臨啦，你哋要小心。但係喺馬太福音第3節到24章24章3節到25章46節，其實係耶穌基督係講緊第5篇講論，係耶穌基督嘅門訓，亦都被稱為呢篇講論呢叫做橄欖山講論。主耶穌喺橄欖山講呢段説話。主耶穌喺講論裏邊預言呢，同埋比喻同埋提醒。乜嘢係末日？末日有咩情景？而呢啲經文喺呢個動盪嘅時刻，咁多戰爭嘅動盪嘅時刻，俾我哋去思想下主耶穌基督嘅吩咐，分辨一下末日係咪即將會降臨。而今日嘅信息係集中喺1到15節嘅啫。而關於聖殿，主要係關於聖殿被毀同埋末日點樣到臨嘅徵兆。所以經文一開始第1節到第3節。主耶穌呢，向下咁白色啊嘛，係咪應該？冇啊，得，唔該，係唔該晒。喺1到3節。裏邊其實講緊聖殿幾時被毀，同埋末世幾時到臨，呢個好重要嘅。咁耶穌基督預言聖殿就被毀，當時第二聖殿未冧㗎嚇，有第二聖殿啦。因為第一聖殿冧咗之後，就猶太人重新起過70年歸回。咁70年之後就一路去到呢個日子，耶穌基督嘅日子，聖殿第二聖殿仍然喺度，但係耶穌基督話第二聖殿將會被毀，所以啲門徒就提出2個問題：喂，聖殿究竟幾時被毀？咁呢個被毀同耶穌基督你再嚟同呢個世界終結有乜嘢關係？有咩預兆？其實啲門徒係覺得第二聖殿，如果耶穌基督話第二聖殿將要被毀，咁佢哋會同主再來最後審判係有關係，佢哋嘅覺得，因為咁樣就世界終結㗎啦。但係點解佢哋會有咁嘅感覺呢？因為其實佢哋喺主前586年，當然係耶穌嘅年代500幾600年之前啦，500幾年之前，第一聖殿被毀，而猶大整個國家被滅國，所有人被擄去到不同嘅地方，係一個好慘痛嘅經歷。所以佢哋有啲咁嘅印象，有啲咁嘅聯想。如果聖殿被毀，係咪末世會再嚟呢？係咪末日會降臨呢？其實呢段經文帶咗4樣嘢俾我哋要諗嘅，大家要思考嘅。第一，第二聖殿點解會被毀？
第二樣嘢，究竟主再嚟嘅時候有啲乜嘢預兆啊？我哋點樣會知道主再嚟啊？第三，災難同基督係咪有關？即係基督再臨係咪絕對有關聯嘅嘢呢？即係基督再翻嚟係咪就會有好多災難呢？而末世嘅審判係咪即將來到呢？所以呢個係我諗大家都關心嘅問題。而第一個問題，第二聖殿點解被毀？我哋先要了解呢樣嘢。其實我哋要了解第一聖殿點解會被毀。喺耶利米書7章30節，耶和華說：猶太人行我眼中看為惡的事，將可憎之物設立在稱為我名下的殿中，污穢這殿。由於以色列民犯罪污穢聖殿，拜偶像，所以神容讓第一聖殿俾波斯拆毀。而耶利米書7章11節，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中豈可看為賊窩嗎？我都看見了，這是耶和華說的。呢段經文可能呢，大家會可能有少少熟悉，似曾相識。其實耶穌喺馬太福音講過㗎。耶穌喺馬太福音20章12到13節，耶穌行入聖殿嗰時，第二聖殿趕咗嗰班喺聖殿裏邊做買賣，拱冧嗰啲台啊凳啊，嗰啲做買賣嘅台買賣嘅凳，拱冧晒佢哋。耶穌同樣咁責備佢哋，話佢哋污穢聖殿，話呢個聖殿就好似賊窩一樣。所以其實有呼應嘅呢兩段。正如以西結書10章18到19節同11章22到23節，先知係睇到即係當時第一聖殿神嘅榮耀係離開嘅聖殿，而係停喺殿嘅東面觀察佢啲子民究竟會唔會悔改。同樣耶穌基督講完呢個預言之後，其實呢個聖殿第二聖殿係咪即刻會冧呢？唔係。係40年之後先至被拆毀，但係呢40年猶太人、以色列人冇去諗、冇去悔改，耶穌仲俾緊佢哋40年嘅機會去悔改，冇，佢哋冇去悔改，仲將耶穌釘咗上十字架。所以聖殿被毀係因為佢哋污穢咗聖殿，而聖耶穌話一嚿石頭都唔可以搭喺度。其實耶穌講嘅唔係吹水啊！講緊真説話，講緊真嘅預表。當第二聖殿被毀，羅馬人攻咗好耐，打咗入去耶路撒冷，羅馬人燒毀嘅。入到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哋就嬲，好嬲，好嬲，因為打咗好耐。打咗好耐之後，其實打嘅呢個過程裏邊，羅馬人連耶路撒冷上面有個水溝頭噶嘛，將啲水都截埋，佢哋係冇水飲、冇糧食。喺耶路撒冷係人吃人，出現咗啲咁嘅。直餓到佢哋冇晒力，羅馬士兵攻入去，攻咗入去就一把火就燒咗個聖殿。燒完個聖殿，嗰個將軍突然之間諗起，咦？聖殿有好多金銀珠寶嘅，就咁燒咗咪蝕？跟住當火熄咗之後，吩咐啲軍隊將啲石搬開，一件一件搬開，挖到落底。因為點啊？金同銀溶咗會點啊？好似水咁一路流噶嘛。一路流到落去最底層，所以佢哋挖到去最底層，將啲金銀挖出嚟，所以一嚿石頭都冇存在。聖殿係耶穌嘅預言係中咗嘅。第二個問題，耶穌基督回應班門徒，佢嚟嘅時候有乜嘢預兆？喺馬太福音24章4到12節。喺4到12節裏邊，其實有7個徵兆。嗰7個徵兆係耶穌基督都係引用舊約聖經嚟講嘅預言。例如喺第7節，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各處必有饑荒、地震。其實呢節聖經係講緊乜嘢？係上半節係用緊歷代志下15章6節。這國攻擊那國，這城攻擊那城，互相破壞，因為神用各樣災難擾亂他們。而下半節就係以賽亞書19章2節，
仲有其他舊約經卷，佢耶穌基督喺呢段裏邊係用咗但以理書啊、以西結書啊。而喺第5節到第11節呢7個徵兆裏邊，包括有啲咩呢？大家可以睇見有假基督啦，有戰爭啦，有饑荒啦，有地震啦，信徒被逼迫啦，人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啦，假先知嘅出現。災難究竟係咪同耶穌基督有關係呢？災難其實係咪同耶穌基督有關係？災難可以其實呢集災難分為4類嘅。第一係屬靈爭戰，有假基督、假先知；第二有戰爭亂世；第三係自然災害、饑荒、地震；第四人為災害，信徒被逼迫，人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咁究竟係咪咁樣呢啲災難同基督再臨係咪有關係、有關聯嘅呢？喺呢度裏邊，我哋會睇到一樣嘢，耶穌基督講咗7個徵兆，但係同樣喺呢段聖經第4到第12節，總共出咗7個人字。我用咗紅筆圈咗7個人字㗎啦，大家可以睇下出7個人字，意思係啲乜？點解又有7個災難，又有7個人字咁樣嘅呢？其實呢7個人字係咁暗示人係同呢啲災難、呢啲苦難有一定嘅關係。喺表面上嚟睇，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呢啲咪自然災害嚟嘅大自然現象。但係其實某啲自然災害係人類偉大嘅貢獻。點解啊？自從神創造天地以嚟，所創造嘅宇宙、星宿運行同大自然嘅秩序，俾人可以享受同管理住呢個地球。但係人因為無窮無盡嘅慾望去破壞呢個地球，濫用資源，去提煉石油、開採稀土、煤礦、放射性物質做核子彈、核爆，而導致嚴重污染，影響氣候、影響地殼。亦都呢啲石油啊，嗰啲咁嘅各樣嘢，二氧化碳令到地球產生雷諾爾現象。咩叫雷諾爾現象？會有寒流、超級颱風、地震、海嘯、空氣污染、破壞生態，而且會產生疫情。而呢啲災難究竟係咪神嘅審判，抑或人嘅敗壞而導致嘅呢？而另外，假基督、假先知，耶穌話預言有啊嘛，但係都需要有軟弱、貪婪同埋愚昧嘅人參與先至，假基督、假先知有得用噶嘛，佢先至可以發揮啊！冇人信佢，就算邊個認自己假基督、邊個假先知都冇用噶。最重要就係有一啲軟弱、愚昧嘅人去參與。人類因為政治、糧食、能源、疆界、宗教擴張而彼此爭戰。亂世一定會引起饑荒，你睇以色列爭戰咪有饑荒，係咪啊？打仗巴勒斯坦地界有饑荒，伊斯蘭教聖戰組織、非洲、印尼都好多極權國家，佢哋一定係逼迫基督徒，所以信徒受逼迫，而人心敗壞，自然彼此陷害、彼此恨惡，而呢啲苦難，大家都見到係人類自己造成嘅。相信主再來當然啦會有審判，但係呢個審判一定會帶嚟苦難，好似創世記所講嘅洪水滅世啦，係咪啊？出埃及記有10災啦。另外，當以色列人被審判嘅時候，猶大被滅國啦，甚至乎喺啟示錄16章18節有雷電、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更有漫天嘅流星雨降下，呢啲災難原因係因為人嘅悖逆、人嘅不信、人嘅褻瀆，而導致被神審判。但係苦難同時彰顯咗上帝嘅憐憫同埋拯救。我哋記唔記得南亞海嘯當日死咗好多人，澳洲、印尼好多地方都死咗好多人，好大嘅海嘯，日本東京。但係呢個海嘯過咗之後，基督教嘅信仰就傳到入去，有好多人因為藉住個信仰入到去救災啊嘛，
信仰就入到去，而基督嘅信仰就被傳開。所以我哋見到苦難，但係神有憐憫，有拯救。我哋可以喺舊約先知書裏邊睇到，神喺審判，甚至喺審判裏邊都安慰佢嘅子民。審判嘅目的係乜嘢啊？審判嘅目的就係拯救，叫啲罪人翻轉頭回轉啊！因為苦難裏邊總有神嘅祝福。當人犯罪，往往將自己嘅錯或者自己嘅罪推喺人嘅身上面，好似夏娃就話條蛇引誘我，係嘛？我哋通常做錯嘢就唔關我事啊，佢啫嘛。喺歷史上第一位被人誣蔑嘅，你知唔知係邊個？第一位俾人咁樣誣蔑嘅就係我哋個三一真神，因為啲人覺得所有苦難災害都係出於神㗎啦。神容讓呢啲災難發生，好似啱喎，係咪啊？但係我想問下，雲福院嘅災難同耶穌基督有冇關係啊？冇關係。雲福院聽證會已經開始咗好耐，大家都有聽嘅，大家認為有冇人需要負責？有咯，人需要負責。第二位受世人歡迎嘅，因為可以將人犯罪、做錯事，可以將呢啲全部推喺佢身上面。嗰位係咩啊？嗰位就係撒旦。因為人就可以話，因為佢引誘我咯，佢引我犯罪咯，佢引誘我講大話咯，令我淫亂咯、吸毒啦、有愛滋病咯。結果就係咁樣樣。如果係咁樣樣，所有嘅罪都關撒旦事，關於魔鬼嘅事，神唔應該審判人類啊，同人冇關係啊，全部係魔鬼啫嘛，關人咩事啊？喺箴言21章2節佢話：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人覺得自己做嘅嘢一定啱，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神知道一切。如果假若一切嘅罪嘅根源係撒旦魔鬼，主再嚟嘅審判係咪應該只係針對撒旦呢？其實審判係針對撒旦同埋人，唔係動物，唔係昆蟲，唔係貓，唔係狗。最終人同撒旦被審判嘅時候，刑罰係一樣。撒旦嘅刑罰係咩啊？俾神扔咗喺火湖裏邊。人同樣審判之後，都係俾神抌喺永火裏邊。所以可以見到撒旦嘅犯罪同人嘅犯罪喺神眼中係各打50大板，啱唔啱啊？人有責任。第四，末世嘅審判係咪即刻嚟呢？伊朗波斯打緊嘅仗係咪預言末世審判嚟呢？猶太人嘅紅牛獻祭係咪講緊末世呢？重建第三聖殿呢啲傳聞係咪屬實？真正神有預言重建第三聖殿？但係當我哋講呢部分嘅時候呢，要同大家去探討一下猶太人嘅聖經傳統，我哋嘅舊約由出埃及記之後一路，以色列人係忠於上帝嘅律法，直至到所羅門王之後，喺主前929年，王國分裂，猶大國、以色列國分裂為兩個，一個南國，一個北國，成為南北兩國。兩個國家逐漸離棄上帝，佢哋嘅靈命同信仰只係流於表面聖殿嘅禮儀。北國以色列仲冇咗聖殿，佢哋唯有自己建啲會堂，喺周圍整啲祭壇去崇拜。佢哋唔重視聖經，直至到主前586年，猶太人被神審判滅國被擄之後70年，神應允佢哋翻去耶路撒冷，猶太人先開始明白，因為佢哋違反咗神嘅律法，所以因為犯罪而招致審判同埋呢場民族災難，所以決定佢哋決心去研讀同思想神嘅話。後來猶太人被波斯羅馬人統治，
喺呢段時間之後，佢哋認為聖經嘅律法，即係摩西五經，好難應付波斯同羅馬人統治底下呢種生活變化嗰啲逼迫。因為咁樣，佢哋認為佢哋需要重新解釋、重新去調整聖經。結果佢哋就整咗一樣嘢叫做口傳律法出嚟。而呢個口傳律法漸漸得到大部分猶太人認可，而且認為口傳律法同成文嘅律法，即係我哋嘅聖經，係具有同等權威地位。結果造就咗咩呢？我哋睇新約聖經就好多法利賽人出現嗰啲律法主義，俾耶穌基督恨惡，俾耶穌基督成日鬧嗰啲法利賽人。而口傳律法喺主耶穌應該升天之後200到600年左右咧，終於成為咗文字，就係猶太人而家嘅叫做猶太人法典塔德木 Talmud。究竟上帝點睇猶太人呢啲咁嘅法典？上帝點睇呢？究竟喺以賽亞書28章10節，冇打出嚟，唔緊要啦。喺以賽亞書28章10節，以賽亞先知咁話：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這裏一點，那裏一點，就講緊以色列人揸住上帝本聖經，呢度加啲嘢，嗰度加啲嘢，呢度改啲嘢，嗰度改啲嘢。先知好早就批判咗、預表咗佢哋會咁做。而猶太人要用紅母牛獻祭，喺舊約聖經裏邊，佢哋話根據聖經，但係舊約聖經只得一處講紅母牛獻祭，就係民數記第19章。話紅母牛嘅獻祭只係一個功用，就係因為以前喺點解會有呢個獻祭？係因為以色列人喺曠野嘅時候，大家記唔記得頭一批以色列人係全部喺曠野要死喺曠野噶嘛，入唔到迦南。佢哋死喺曠野嘅時候，係咪有人要處理啲屍首啊？處理啲屍體去埋葬啊嗰樣嘢？但係喺猶太人嘅傳統習俗嚟講，喺律法嚟講，屍體係污穢嘅。人唔可以掂，掂咗就要潔淨，所以就用咗一個方法，嗰陣時就用咗一個紅母牛灰嚟潔淨呢啲接觸過屍體嘅獻祭，燒隻紅母牛。但係呢個獻祭最終嘅潔淨只係接觸屍體嘅啫。但係呢個獻祭並唔係所有猶太拉比去接受呢一樣嘢嘅獻祭，即係呢個獻祭。因為佢哋認為呢個獻祭唔係真係永久可以嘅潔淨，而佢哋因為點解咁講呢？啲猶太拉比反對呢個獻祭，佢哋根據利未記，利未記裏邊聖經有獻祭條例嘅，講明點樣獻祭，點樣樣，認為獻祭呢個獻祭冇最終嘅潔淨功用，因為簡單啲，你搬完一個死屍，掂過個死屍。跟住咧就有祭司咧就同你用啲紅母牛燒過獻祭嘅灰咧灑落你度，你就潔淨噶啦。咁但係紅母牛嘅灰係乜嘢做㗎？紅母牛嘅屍體咯。祭司自己掂完，自己又污糟咗，然後祭司又要揾人去潔淨，所以嗰啲拉比話呢個獻祭係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咁嘅獻祭，從來都冇潔淨過。但係某啲猶太人認為呢個獻祭完之後再嚟多次就會有第三聖殿嘅，第三聖殿可以重建，而佢哋嘅彌賽亞呢就會降臨統領全地。但係佢哋嘅彌賽亞唔係等同我哋嘅耶穌基督啦，大家要記住，佢哋從來都冇承認耶穌基督係彌賽亞救世主，而呢個紅母牛嘅獻祭全冇聖經嘅根據，聖經更加冇重建第三聖殿嘅預表。有啲網上解經人佢哋咧就用以西結書、但以理書裏邊關於殿嘅經文，佢哋就話：呢個咪預表重建第三聖殿咯。但係呢啲經文嘅背景，係當時耶路撒冷個城門被攻破，
第一聖殿被毀。上帝用呢啲信息去安慰猶太人，同埋俾咗一個應許拯救嘅應許俾佢哋，包括70年歸回啦。另外嘅拯救應許就係耶穌基督降世。但係呢啲應許唔係白白同佢哋講，喂，你哋有應許，唔係好似我哋咁，我哋係白白得來嘅，我哋嘅救恩，佢哋唔係啊，因為佢哋本身係罪人，所以呢啲應許係帶有條件。嗰啲條件係包括乜嘢？除掉一切可憎可厭的物，因為喺舊陣喺嗰個年代，聖殿係甚至乎會擺啲偶像、擺啲別神喺裏邊拜祭。上帝話：你哋要得着拯救，要除掉一切可憎可厭的物。另外要有合一嘅心。第三，從肉體中除掉石心，即係神要感動你，要喺你心裏邊動工。你哋唔好硬到個心腸，我哋乜都唔理，我哋就係望住聖經裏邊啲文字，其他都唔知。神感動我唔理，咁啊要除掉你哋心裏邊嘅石心。仲有一樣嘢係順從我的律例，順從神嘅律例，謹守遵行神嘅典章。何況耶路撒冷原來嘅聖殿位置，而家仍然屹立住回教清真寺喺嗰度。呢個地方俾伊斯蘭教徒視為第二聖殿，第一聖殿係麥加，第二聖殿就係耶路撒冷。如果要拱冧佢哋嘅呢個咁嘅圓頂金頂聖殿呢，第三世界大戰就一定會爆發，全部嘅伊斯蘭國家就會同你死過。咁亦都回應到，如果真係咁呢，就即時聖經嘅末世就應驗。啟示錄最終就係講緊回教國家伊朗同埋其他回教國家圍攻以色列。最後以色列係唔夠打嘅，係神出手將呢場仗結束。所以根據歷史咧，大衛奪取耶路撒冷咧做首都，直至到被滅國咧，其實係統治咗幾耐咧？統治咗433年。其後耶路撒冷俾其他國家統治咗咧2554年。希臘同羅馬佔領咗980年，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佔領咗耶路撒冷104年，蒙古軍隊都去過，蒙古軍隊佔領咗3年。除咗馬加比王朝我哋唔計，波斯、伊朗同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即係回教國家，一共佔領咗幾耐？1466年，直到以色列立國1967年。以色列立國係1948年啦，但係到咗1967年先至全面管治東西耶路撒冷，而家嘅伊斯蘭清真寺咧，仍然喺當時直到而家都係放喺聖殿個位。點解神容讓啲咁嘅事發生？相信神有佢嘅心意。而伊斯蘭教同伊朗、以色列嘅爭戰，其實自古都有嘅，但係最後好似我頭先所講，去到啟示錄最後審判之前，神會親自出手結束呢場戰爭。去到總結，耶穌基督教導我哋點樣面對呢啲末世嘅情景。第一，佢話面對異端、面對假基督、面對假先知，人好難分辨嘅。但係耶穌喺第4節話：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要謹慎先，第一件事好小心，聽我講道都要小心，睇下我有冇講錯，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喺馬太福音24章23到24節，主耶穌吩咐門徒千萬不可因有人能行神蹟奇事就輕易相信。當你見到有人行神蹟好神奇，你就信哇耶，基督降臨啦！記唔記得？你哋可能都會記得，可能唔知。我哋講緊全能神教會東方閃電，其實佢哋咪係咁咯。所以需要謹慎去面對，要時常讀經明白真理，去分辨是非。喺馬太福音24章35節佢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神嘅話係唔可以廢去嘅。第二樣嘢，耶穌話俾我哋聽，
總不要驚慌，唔好驚。喺第6節，面對末世嘅災難，撒但對基督徒嗰種逼迫陷害，為咗要拆毀，點解要陷害你逼迫呢？就係要拆毀你嘅信仰，等你覺得不可信，等你冇信心。而家咪又有一單咯。美國公佈咗162份嘅 UFO 外太空人資料。我第3日就公佈咗，我已經俾人捉住坐度飲茶。嗰啲唔信耶穌嘅人就拿住呢扎嘢嚟挑戰我，結果我全部答晒佢，跟住合埋把口。會有㗎，撒旦就係要利用呢啲嘢去挑戰你哋嘅信心，讓你哋覺得係咪上帝都係外星人嚟嘅呢？上帝可能坐飛碟降臨嘅喎，上帝係咪咁嘅呢？所以一定係要有信心，唔好俾我哋嘅失敗成為一個壞嘅見證，唔能夠成為活出嘅見證，成為破壞信仰嘅見證。所以耶穌基督話：驚慌係冇用嘅，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假若冇神嘅應允，你哋連一條頭髮都唔會被損壞。喺《使徒行傳》27章34，神同意你哋先會受災難。第3樣嘢係持守愛心，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耶穌基督總結咗所有預表嘅苦難喺第12節，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乜嘢叫不法的事情？就係嗰啲犯罪，講嗰啲不公義嘅嘢，違背神嘅事。呢啲事可以喺任何一個角落發生，但當呢啲不法嘅事情越嚟越多，信徒嘅愛心，信徒原本好有愛心嘅信咗耶穌，但係俾人呃得多，不斷咁樣俾呢啲咁嘅不法嘅事情受到傷害，漸漸佢嘅愛心就會變為冷淡。明白嘅，點解有啲基督徒咁冷淡？因為俾人呃得多，俾人傷害得多。所以耶穌話：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忍耐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唯有藉住神嘅愛，有佢嘅愛，我哋先至可以恆久忍耐，唔會因為怒氣而犯罪得罪我哋個神。好多時候，主耶穌容讓苦難發生喺我哋身上邊，讓我哋去經歷喺艱難裏邊，俾我哋去成長。當我哋經歷困難嘅時候，我哋裏邊會倚靠神，學識點樣倚靠，學識個信心點會大，睇下神點樣幫我哋。我哋嘅信心喺嗰度去建立，我哋嘅韌力對苦難嗰種堅忍，我哋喺嗰度被建立。所以主耶穌喺第14節吩咐佢啲門徒：這天國的福音要遍傳天下，為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福音要遍傳天下先至會嚟。因為耶穌基督唔係一個殺戮嘅神，中意殺人嘅神，佢願意等。目前佢咁樣等係希望更多人可以把握住個機會信主得救，啱唔啱啊？福音遍傳直到地極，先至真真正正嘅末期。好簡單，問下福係咪末世嚟啊？你問下你自己，你隔離左右身邊仲有幾多人未信耶穌？仲有幾多人未信耶穌啊？好多。香港得5%嘅人信咗耶穌，仲有95%啲人未信耶穌。點啊？麻煩你哋將你哋想佢信耶穌嘅名寫俾教會，等教會為你哋去祈禱，讓呢啲人俾神去感動，讓佢哋信主得救。今日信息嚟到最後呢一段，第15節係約翰福音24章15節，耶穌咁講，佢話：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需要領會。其實係講緊咩？耶穌係講緊俾佢啲門徒聽，唔好成日估個末世幾時到，末世係點話到啦，唔好自己嚇自己。係記載喺舊約聖經但以理書9至12章裏邊。
我哋而家有新約，我哋將新約舊約經文加埋睇埋晒啲預言，耶穌所講嘅末世到臨並唔喺今日呢個世代，因為仲有好多預表嘅嘢未成就，我哋仲未見得到。我哋要見到呢啲，我哋先相信末世嚟啦。但係我哋仲未見到。最簡單啦，仲有一樣嘢唔喺呢卷經文《羅馬書》，猶太人全部信主。猶太人連耶穌都唔信，猶太人唔信耶穌就係彌賽亞。要猶太人全部信主，末世先會嚟。其中一個要求，我哋暫時都未見得到。正如以賽亞書66章第1節咁講，咁最後就係講緊第三聖殿係咪真係有預表？神點講聖殿？喺以賽亞書裏邊講佢話。66章第1節，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做何等的殿宇？做乜同我起殿呢？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神唔係你揾個殿，你就可以揾住佢喺嗰度。所以個答案就喺林前第6章19節，我哋大家一齊讀，望住個熒幕，請大家一齊讀，1、2、3，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裏頭的。林前6章19節，所以神願意住嘅地方唔係第三聖殿，係住喺我哋嘅心裏邊，同我哋一齊。願神住喺我哋呢個身體嘅聖殿，常與我們同在，同享安息。Amen。最後咁祝福大家喺呢個世代得着主嘅恩惠、主嘅智慧去分辨真理。多謝大家。